那这个立法院的新会期，各委员会名单出来了，其中蓝绿白三党的总调拢伫个司法委员会，也就是讲，未来议事的攻防，恐惊这个火药味会真重。那调集委员的选举，本地传出讲，布坤基有打算要让滚下色予民众党，结果是引发到国民党内的不满，所以即摆可能是歪让咯，要改造强力来争取到民众党的支持。若要食饭、啉酒，经过点外钟，这个气氛和国文题敢若真满意。我跟你讲哦，要不是为了让你们早一点下班哦，我们还继续在喝。虽然在寒冬哈，有这个非常炙热的、暖暖的哈这样的一个诚意。看这个办事，唔那啉出诚意，更加啉出强色。不过唱甲啉书名，面嘛拢红红，双方啉过了后，放下戒心，敢有去讲到重要的问题？要谈到就是下星期四的招委选举，没有谈到，完全没有谈到。好，可以下班了吗？等一下，谢谢，来。场面险要和国文题抢去，加在布坤基保持理性。国民党是一个百年大党，我们会更高的视野跟所有的在野党，我们必须是同心协力。不过，同心无一定协力，无的确嘛要看时机，因为新的会期，司法委员会、蓝绿白三党的总调拢伫遮。每回合议事攻防一定会炮火不断，而且呢，调委的选举不但主张蓝白合作的布坤基，进前的态度正硬，即马敢若有转变。他们也尊重我们本党的国民党的一个立场我现在只能这样说了到时候选出来你就知道了。不会让人对，双方都事出善意无得确为让白赢鬼色，会使争取到对方的支持，扮演关键的角色，对抗绿营。毕竟酒啉甲这欢喜，应该是袂山明海誓，早暝歹势。Hello， 我是郑雅芳。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